你想寄錢去海外，用網上銀行 NetBank， 既快捷又簡單。我哋將會教你點樣做。如果你之前從嚟都冇喺我哋呢度寄過海外匯款，咁你就要激活你嘅每日國際匯款限額。設定你嘅限額，請點擊呢度，並要求一個短信代碼，然後輸入你嘅代碼，並保存更改。如果你想匯寄大筆款項，就要致電132221聯絡我哋，提高你嘅限額。設好限額之後，你就準備好啦。首先選擇你要轉賬去嘅國家，為咗確保啲錢寄到正確嘅國家，你需要提供收款人嘅銀行代碼，或者喺某啲國家就係銀行國際代碼或者業務識別代碼。只要選擇國家， NetBank 就會教你點做。如果你唔知道佢哋嘅銀行代碼，唔使擔心，你可以搜索一下。你仲要有佢哋嘅賬戶名同號碼，同埋佢哋嘅地址。唔肯定你需要邊啲詳細資料，冇問題， NetBank 會教你點做。選擇款額同貨幣嘅時候，嗰個國家嘅當地貨幣會自動出現，或者如果你想嘅話，你可以揀另一種貨幣。加入你最後嘅詳細資料，然後點擊下一步確定你嘅轉賬，就係咁簡單。你可以即刻喺 NetBank 見到交易情況。大部分匯款要24小時先可以辦妥。要注意，代理銀行可能會同時收費。喺 ComeBank， 我哋致力令到你可以更加簡單、方便而又安全咁辦理銀行業務，等你安心無憂咁匯款去海外。嚟 ComeBank 就可以做得到。